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焦點直擊，我係 Ingrid。美國總統特朗普喺4月2號咧全面推行對等關稅政策，仲話呢個日子咧係美國嘅解放日。點解呢？因為佢想透過呢個政策重塑美國經濟，減少貿易逆差，仲要振興美國嘅製造業。佢仲話咧要將美國帶翻去19世紀末至到20世紀初嘅鍍金時代，即係 Gilded Age。即係美國嘅財富突飛猛進嘅時期，當時咧大量嘅重工業啦，包括鐵路啦、工廠啦、採礦啦，都得到飛速嘅發展，累積咗財富。之後美國人用鍍金時代嚟到稱呼呢一段時期嘅，咁特朗普就轉咗個 term，將佢稱之為黃金時期 （Golden Age）。咁特朗普嘅支持者咧就覺得對等關稅政策咧可以幫助美國重掌經濟嘅主導權。不過咁呢個大計咧係咪真係咁容易做到呢？等我哋一齊嚟睇下。咁講到關稅啦，點解對一個國家嘅經濟咁重要呢？簡單啲嚟講咧，關稅就係一個國家對進口貨品徵收嘅稅啦。咁佢可以影響好多嘢嘅，包括保護本地嘅產業啦，增加政府嘅收入，仲可以調整貿易平衡。等我舉個例子啦，容易啲理解啦。咁假設香港有一間本地嘅玩具廠啦，佢哋生產一隻公仔賣100蚊，但越南有間玩具廠，佢生產嘅公仔成本低好多，同一隻公仔喺香港賣只需要50蚊。如果冇關稅嘅話咧，香港人梗係會揀平啲嗰個啦。咁本地玩具廠可能就會蝕到執笠，工人就會失業，經濟會受影響。但係如果政府加咗關稅，例如對越南公仔徵收50%嘅關稅咁啦，咁越南嘅公仔嘅價格咧就會變成75蚊，即係50蚊啦，加25蚊嘅關稅。咁樣一嚟咧，本地嘅公仔嘅100蚊同越南公仔嘅75蚊價錢嘅差距咧就唔係咁大啦。消費者可能會揀本地嘅公仔，支持本地嘅產業，本地嘅玩具廠咧可以繼續經營，工人有工開，經濟都穩定啲。除咗保護本地嘅產業咧，關稅咧仲可以幫助政府揾錢㗎噃。嗰個25蚊嘅關稅啦，政府收咗之後可以用嚟做其他嘢，例如起學校啦、改善醫療啦等等嘅。仲有咧，關稅仲可以減少進口啦、縮窄貿易逆差啦。簡單啲嚟講就係唔使咁多錢流去其他國家，留多啲錢喺本地用。所以話咧，關稅咧就好似一個工具，可以幫助國家保護自己經濟，增加收入，仲可以調整同其他國家嘅貿易關係。真係好重要㗎。咁我哋講返特朗普嘅對等關稅政策啦，咁佢嘅支持者咧通常都會同呢個鍍金時代嚟到比較啦。咁嗰陣時咧，美國由一個農業經濟啦，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啦，變咗做工業強國啦。咁嗰個關稅咧，其實真係幫咗好多嘅。呢個同1861年嘅呢個關稅法啦，同埋至到呢個1890年嘅另外一個關稅法啦，都有好大個關係。美國對進口嘅貨品徵收咗高達4至到5成嘅關稅。呢個高關稅啦，保護咗一啲新興嘅產業，例如鋼鐵啦，或者係紡織業，仲催生咗一啲原本冇嘅產業，幫助美國啦同英國呢啲老牌嘅工業國競爭。到咗1900年啦，美國已經由1860年代主要靠畜牧業啦同埋種棉花工業化好落後嘅咁嘅國家啦，變成咗製造業嘅大國啦，超越咗英國，成為咗全球最大嘅經濟體系。嗰段時間呢，就係美國嘅鍍金時代。不過講真啦，嗰陣嘅成功唔單止係靠關稅嘅。美國呢就有好多嘅天然資源，又有大量嘅移民勞動力。19世紀至到20世紀初啦，美國接納咗大概1200萬嘅移民，仲有技術嘅進步啦，例如鐵路啦同埋電力嘅普及啦，國內市場又大，呢啲都係重要嘅因素。嗰陣全球化程度好低嘅，國際貿易只佔美國 GDP 嘅5%至到7%，關稅對物價嘅影響又唔大，聯邦政府開支又細，主要靠關稅嘅收入。1890年咧，聯邦政府嘅開支只係佔 GDP 大約3%嘅，關稅就佔咗聯邦政府收入嘅90%或以上嘅。但係而家美國同嗰陣完全唔同啦，全球化好深入啦，美國經濟以服務業同埋高科技為主啦。咁聯邦政府嘅開支又好大啦，咁佢開支超過咗呢個 GDP 嘅2成嘅。咁特朗普想用呢個鍍金時代做目標啦。
透過對等關稅實現嗰陣時嘅經濟之級同埋工業做主導，佢要好大規模咁重建美國嘅產業結構，仲要縮減聯邦政府開支，翻去小政府嘅時代。無論喺政治定係經濟，都可以話咧係美國建國以嚟咧都未有過嘅咁大嘅變局。咁特朗普對等關稅嘅政治嘅目標即係想點咧？講到佢呢一點咧，佢嘅核心咧係公平貿易，即係主要針對美國貨品徵收高關稅或者係設置呢個關稅壁壘嘅國家，佢想報復嘅。講到非關稅壁壘啦，可能聽落有啲複雜啦，但係其實唔係咁難明白嘅。簡單啲嚟講啦，非關稅壁壘即係一啲唔係直接用關稅，即係進口稅嘅呢一種方法啦。但係咁一樣可以限制外國貨品進入本地市場嘅措施。講白啲咧，就係用其他規矩或者係政策啦，阻住外國貨品同本地貨品競爭，保護本地嘅產業嘅。舉個例子啦，咁假設美國有間本地嘅牛奶廠，佢哋嘅生產咧係生產嘅牛奶係好受歡迎嘅，但係喺外國有間牛奶公司咧，佢哋仲平啲，想買過嚟美國同本地嘅牛奶競爭嘅。如果政府唔想外國牛奶搶本地嘅市場，但係又唔想直接加關稅，咁佢可能用非關稅壁壘，例如政府可以話所有進口牛奶都要通過好嚴格咁嘅衛生檢查嘅喎，仲要等好耐先批到，或者話進口牛奶要貼好多特別嘅標籤，唔係就唔准賣。咁呢啲規矩咧聽落好似好合理，但係實際上係增加外國牛奶嘅成本同埋時間，變相令佢哋咧喺美國冇得賣，保護本地嘅牛奶廠。非關稅嘅壁壘咧，仲可以包括一啲配額嘅限制嘅，例如話每年咧只准進口1000箱嘅外國牛奶，如果夠額咧就唔准再進額，又或者咧用技術標準，例如話外國嘅貨品要符合我哋本地嘅特別規格先至可以賣嘅。咁呢啲咧都係非關稅壁壘嘅例子啦。目的咧係限制外國嘅貨品，幫助本地嘅產業。咁好啦，講翻特朗普嘅對等關稅政策有幾個具體嘅目標嘅。第一，佢係想要減少貿易逆差。咁2023年咧，美國商品貿易逆差超過咗1萬億嘅美金嘅。咁特朗普覺得美國喺全球化入邊咧係好蝕底。對等關稅啦，想透過提高進口嘅成本咧，就減少進口，縮小呢個逆差嘅。咁第二樣嘢咧，佢想要達至嘅係製造業嘅回流，佢想增加進口貨品嘅價格，鼓勵企業咧將生產搬翻嚟美國，重振鐵鏽地帶，例如賓夕法尼亞同埋密歇根州嘅呢啲嘅工業基礎啦，創造更加多嘅就業機會嘅。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增加財政收入啦。咁特朗普關稅咧會帶嚟上萬億嘅美金嘅收入，可以話用嚟減稅或者係補貼啦，例如兒童嘅保育啦，仿效19世紀嘅關稅支撐國庫嘅模式啦。咁白宮嘅貿易顧問納瓦羅咧就話，單係汽車關稅每年可能為美國帶嚟1000億嘅美金嘅稅收，其他貨品咧仲可以再多6000億嘅美金。預計10年內累計嘅呢個稅收就會有6萬億嘅美金嘅喎。咁第四啦，經濟主權同談判籌碼，對等關稅係一個工具，想逼貿易夥伴降低對美國嘅壁壘，幫助美國重奪經濟嘅主導地位。咁特朗普嘅重塑鍍金時代有咩挑戰呢？老實講啦，至少有3大挑戰。關稅會唔會加劇美國嘅通脹呢？會唔會引發全球關稅戰同埋經濟嘅蕭條呢？仲有美國製造業會點樣克服高昂嘅人力成本呢？會唔會加劇通脹？特朗普想透過關稅製造業回流，但係供應鏈調整係一個長遠嘅過程嘅，短期內咧可能有供應短缺，推高物價。上個月咧，美國通脹已經由2022年嘅9.1%嘅高位跌到大概3%㗎啦。但係能源同食品價格咧仲係唔係咁穩定嘅。美國通脹咧而家好敏感，對等關稅可能會再加劇通脹嘅。咁經濟學家咧就估計啦，美國關稅每上升1成咧，
短期通脹就會上升大概4至到1個百分點。如果平均稅率升到2.5%咧，消費嘅物價指數可能會上升1至到2個百分點。通脹率咧可能由而家嘅3%升到4%或者5%嘅。咁即係話咧，如果關稅我加到一半50%，咁通脹咧都可能升到去5至到8%嘅，基本上咧翻去2022年嘅高位嘅，咁會帶嚟呢個經濟同埋政治嘅壓力啦。不過有人覺得咧，關稅唔會引發通脹，話通脹咧係因為政府同銀行印咗太多嘅錢，市場上嘅錢多咗，物價就會上升。如果關稅真係令製造業回流咧，會吸引更加多嘅投資嘅。美國就業增加，經濟繁榮，貨品供應充足，就算有通脹咧，都會符合呢個聯儲局2%嘅溫和通脹水平。咁即係經濟增長嘅正效應啦。咁會唔會引發全球嘅經濟衰退咧？咁特朗普嘅反對者咧就拎呢個歷史嘅教訓出嚟話啦，咁例如1929年嘅斯姆特貨利關稅法啦，話特朗普關稅可能會引發全球關稅戰，導致貿易萎縮啦，加劇經濟衰退嘅。咁呢個係1929年美國通過咗呢一個關稅法啦，對超過2萬種進口嘅貨品加徵平均40%嘅關稅，想保護大蕭條時嘅美國經濟。咁點知引發咗貿易戰啦，對超過2萬種進口貨品加徵平均40%嘅關稅，想保護大蕭條時嘅國內經濟。點知引發咗全球貿易戰，歐洲嘅國家就報復啦，調高呢個美國嘅貨品嘅進口關稅，結果全球嘅貿易咧喺1930年至到1933年之間咧，減少咗大概6%嘅即係貿易啦。咁關稅上升咗之後咧，美國嘅出口大跌，失業率上升，加劇咗大蕭條。國際市場咧對美國嘅投資減少啦，資金流動受阻啦，加速咗成個經濟嘅崩潰。反對者就擔心特朗普嘅關稅政策會重蹈覆轍嘅，引發類似全球貿易戰啦，拖累全球經濟。不過支持者就覺得嗰陣係全球嘅經濟危機，而家唔同啦。2025年全球經濟預計會緩慢咁復甦嘅，有3.2%嘅增長。美國 GDP 嘅增長可能去到2.5至到3%嘅，咁絕對唔係1929年嘅崩潰前嘅情況。對等關稅可能只會造成短期嘅波動，唔會引發衰退嘅。咁仲有啦，貿易戰嘅最終目的係逼對手讓步啊嘛。咁如果美國用關稅施壓，迫使其他國家降低對美國嘅貿易壁壘，咁關稅嘅負面影響可能會抵消。美國仲係全球最大嘅消費市場，佔全球進口大約1.5%嘅。對等關稅可能會迫使呢個貿易夥伴妥協啦，例如降低對美國嘅關稅啦，避免全面嘅貿易戰啦。咁支持者都話啦，特朗普對等關稅重新調整國際貿易啦，唔會重蹈呢個覆轍，反而會逆轉美國喺全球貿易入邊一直蝕底嘅局面，俾財富流翻去美國，幫美國經濟更加繁榮。咁美國人工嘅成本高啦，製造業點樣去重振啦？講到美國製造業嘅回流，最大嘅障礙應該就係人工嘅成本太高企啦。咁呢個都係外界對特朗普嘅關稅效果嘅最大嘅質疑啦。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嘅數據啦，2023年美國製造業平均時薪大概係25蚊美金嘅，連福利咧加埋一齊35蚊美金，遠高過好多製造業大國嘅，譬如話中國咧大概時薪係6蚊美金嘅，越南2蚊，墨西哥係3至4蚊。咁呢啲嘅差距令到美國喺勞動密集嘅呢個產業啦，例如紡織業啊，或者係電子組裝業啦，完全係冇競爭力嘅。就算喺技術密集嘅製造業，例如汽車啦同機械啦，美國人工都高過德國嘅，德國係20蚊美金一個鐘，日本咧就15蚊嘅一個鐘嘅，咁削弱咗美國製造業嘅成本優勢。仲有美國仲面臨勞動力短缺同埋老齡化嘅問題啦。2023年美國製造業大概有50萬職位空缺啦，部分原因係勞動力老齡化，平均年紀咧超過45歲，年輕人咧又唔願意做藍領。
培訓新人要時間同高成本，進一步推高咗個人工嘅支出。同時咧，低失業率令到企業咧要俾更加高嘅人工去吸引工人啦，人工成本仲上升緊。咁美國工會同勞動法都係不利嘅因素嚟嘅。咁美國工會例如汽車工會、工人聯合會啦，推動人工增長同福利保障，增加咗企業嘅負擔嘅。咁例如2023年啦，工會罷工之後咧，底特律嘅3大車企人工上升咗大概2成半。勞動法規例如加班費啦，同埋最低人工啦，都抬高咗個營運嘅成本嘅。咁未來啦，對等關稅可唔可以重塑呢個鍍金時代呢？老實講啦，單靠對等關稅都係唔夠嘅，要有更加全面嘅措施。由特朗普嘅第一任嘅任期開始咧，佢嘅政府已經開始做緊一啲嘢嘅。由特朗普嘅第一任任期開始咧，佢嘅政府已經開始做緊一啲嘢嘅。第一，自動化同技術嘅升級，用人工智能啦、機械人啦同先進嘅製造技術啦，去提升生產效率，愛嚟減少對高成本嘅勞動力嘅依賴啦。第二點咧就係勞動力培訓同產業嘅政策啦，加強職業培訓啦，推動企業合作啦嘅呢個技能嘅培訓嘅計劃啦，幫助更加多嘅美國人掌握高科技製造崗位所需嘅技術，填補呢個缺口嘅。第三咧就係企業稅務嘅改革，降低企業負稅啦，鼓勵製造業嘅投資啦，幫助供應鏈本土化。特朗普嘅對等關稅政策無疑係美國政策嘅一個重大嘅調整，目標係重塑製造業，縮小貿易逆差，仲要恢復美國嘅經濟主導地位。但同19世紀嘅呢個鍍金時代比啦，今日嘅全球經濟已經大變，關稅政策可能短期內增加政府嘅財政收入，迫使呢個貿易夥伴讓步啦。但係副作用例如通脹壓力啦，同埋貿易報復啦，都唔可以忽視嘅。仲有製造業嘅復興嘅核心問題，人工成本同產業嘅結構，單靠關稅啦，仲有製造業復興嘅核心問題咧，就係人工成本啦同產業結構啦。單靠關稅解決唔到，要更加廣泛咁樣嘅產業政策同經濟嘅改革。對等關稅可唔可以重塑美國經濟，要睇特朗普政府點樣去平衡短期政治目標同長期產業轉型嘅挑戰。如果美國可以結合稅收優惠、自動化技術啦、教育改革啦，同埋供應鏈調整等等嘅綜合措施啦，話唔定喺21世紀真係可以打造一個新嘅製造業嘅黃金時代。好啦，今期嘅節目就講到呢度。特朗普嘅對等關稅政策，你覺得會唔會成功呢？留言話俾我哋聽啦。下集再見，拜拜。